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民法官宣判的头一个案件是报台案的案件，落要合议定证为符合自首要件，会当减刑，落要判伊7年2个月。轻度风台杜苏芮可能会受到台湾即强度继续在变强，卡路的部分还佫有变数，后礼拜影响台湾会较济。金门病院值班医生甲禽流感的剂量写唔对，害一个囡仔食到到地是困2天，即马为福部也要调查。今年第5号风台杜苏芮早期结束风台，目前是轻度风台，而且伊的强度继续在变强。因若讲到这风台要安怎走，这卡路是还未确定，有可能是通过吕宋岛了后，接近台湾南部的海面，加做今年头一个影响到台湾的风台。气象局上紧伫咧拜一暗到拜二早的时阵，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因若拜3时啊，将有可能是上届接近台湾的时阵。日头车炎炎，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会持续2天。随着今年第5号风台杜苏芮形成，继续向西北西来前进，天气会伫礼拜暗时开始转变。风台外围云系首先影响东半部甲南部地区，海边长影明显，天气也开始落雨。气象局上紧会伫拜暗时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在23号的时候呢，慢慢的北转的分量会逐渐的出现，从红色的框。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呢，其实台风的路径有可能会往比较偏向是琉球海面，甚至往巴士海峡到菲律宾这一带，都是有可能侵略的一个范围哦。所以说，其实是否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甚至是发布路径，其实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气象局无排除，这将是今年头一个影响台湾的风台。民间气象公司分析，风台拄形成，这种欧洲模式加美国模式的有无出现真大无同的所在。美国有7风台可能由台湾东北海面通过，欧洲模式是风台会通过吕宋岛，可能偏北挖过台湾海峡。我想海上警报的机会应该是很高哦，那陆上警报就要再看它接近的这个程度。那如果是走台湾西南边的路径北上的这个情况的话，因为是这种逆时针旋转的环流，所以说台湾的东半部还有南部地区，我想应该受影响的情况会是比较明显的。分析师提醒，风台强度会继续增强，也可能会是今年头一个发布陆上警报风台。拜3、拜4，风台相对将挖过台湾，有个东半部地区要形成半岛，将受到影响，爱做好防范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第6位货柜船天赛轮伫咧高雄港外海，唔知是虾米款的原因，煞来遭水入去。这船长甲这船偏的带证人去逃生，这船顶19个人拢有救起来。不过货轮顶头有1349卡的货柜，这船一沉落去，真侪货柜拢浮在大海，而且这船顶头也有500吨的油。港务公司赶紧为这个炸油槽啊，派工作船甲空的货柜拖倒转来。线内空货柜浮伫海面，渔民赶紧通报，嘛互高雄港的港口捌封起来。而港口管制进出港的时间，高雄港务公司赶紧派工作船协助拖空货柜。高雄港务公司初步估计，浮流的货柜差不多500至600卡，往高明溪出海口小琉球甲屏东外海流去，已经集合工作船打捞，也甲拖空货柜。毋过海象无好，下晡4点半进前，敢若估到6卡。下晡1点半左右，有小琉球附近的海域渔民回报，有看到货柜出现伫航道。船头还去靠背靠线呀，可能伫咱的运搬的航道后。也有东流线交通船回报，货柜浮伫盐埔渔港外海，差不多2.5海里。船公司表示，暂时未影响航班行驶。通令我们的船长以及船员等等，在海上航行的时候，一定要加强瞭望，加强警戒。20早起被流接货柜船天赛轮不明原因涉水严重车去，船长放弃船，10个船员全部被解救。不过到拜5透早已经抵定啊。船顶所在的1349卡空货柜陆续浮伫海面，船顶也有将近500吨的燃油。奇怪，他早上就不见了，没有，昨天那个货柜都还好的，好，就是倾斜一边。除了拖车的空货柜，天赛轮顶的燃油已经伫周边布设炸油槽，天候海上稳定，再搁进行抽油作业，一定会要求遵守这个先后。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桃园龟山有一间真家厝传出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造成2个人死亡，还佫1个断咧抢救。警方初步判断是热水炉无关造成意外，详细原因佫需要调查。专家也要提醒民众讲，若准出现头痛、要吐，而且是规家伙仔拢是同款的情形，就是爱注意讲这敢是一氧化碳来中毒，就爱随拍开这窗仔门，人也爱赶紧离开。桃园市龟山区一户民家2日早起传出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造成2死1昏迷意外。经消缉捕了后，前往调查抢救，初步研判是洗身躯用热水器无关造成意外，不过详细原因也有待进一步调查。一氧化碳中毒救护案件到达现场 ，CO 侦测器警报声大作，消防人员立即着空气呼吸器入内抢救，现场共造成了3名人员受伤。 均由救护人员送往林口长庚医院就医。消防队表示，进一步调查发现，疫情的烧水无关，热水器是开放性热水器，无法度强制排气。露台阁有做防爆型护罩，而且挂满沙，有可能是烧水一直流，一氧化碳一直累积，阁无法度消透，才造成悲剧。如果室外型的热水器要安装在阳台，请务必注意，阳台的窗户不能关闭，或者是说安装强制排气型的热水器。 如果你突然间觉得头痛、恶心、呕吐，而且呢，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出现同样的现象，那你就要意识到你有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窗户打开，就是要保持通风，就人要尽速的离开现场。医师表示，一氧化碳中毒无论冬天热天拢可能发生，可怕是代志发生的时阵无法度警觉，不过发现身躯无拄好的时阵，热缩阁无法度家己救家己，昏去的时阵下数阁较济，就算性命救倒转来，嘛会造成身躯永久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 新北市有一站遭受家庭暴力，这个某太翁的案件，正做头一站国民法官参与审判案件。经过3天的审理了后，合议庭认定，这太翁的负责人虽然有自首，但无完全符合会当减刑条件，就被判以7年2个月。就国民法官表示讲，惊家己的法律知识无够，而且规定的资料真多，需要开真大气力去了解。 袂敢咧登记，互人家暴死过的负责人，去年11月趁红菜伫困，甲人抬死。这件杀人案，新北地法院加入国民法官开庭审理，而一判决死过的负责人有期徒刑7年2个月。站在同理心，给了我们这个判决，我想这是他可能真正需要接受到的正义判决。但是，因为我们年纪都很大了，这么长时间的服刑下，除了身心煎熬，身体也不知道 会不会照顾得很好？我们都很担心，不知道将来还有没有见面的机会。犯下杀人同罪上关键的量刑问题，是毋是会当减刑？检辩真侪解攻防，到尾合议庭认定死过的负责人敢若符合自首要件减刑。不过，规件案件是全台湾头一件国民法官参审，对审检辩甲国民法官拢是新的条件，为审理到宣判特别互人关心。 所以他们有时候在用字遣词不会这么的精准，但实际上他们要掌握问的内容跟方向都很贴切。好，那有些可能就是他们的想法角度会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们思考的点有些是我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问问题的时候，你会先准备好要问什么问题啊？只是就是他回答之后，你准备好下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心里有空白，你就是哇，突然不知道问什么了，对啊，然后就可能就比较问的莫名其妙一点。 有国民法官讲，开庭审理的时阵加减会紧张，都惊法学知识不足。原来有人提起法庭有真侪资讯，敢若理解都真了精神。即马新制上路，各地法院累计超过40件牵涉到杀人甲啉酒赛车致死的案件，会由国民法官甲职业法官做伙合审合判。因为采密集审理并短时间宣判，嘛考验审检辩甲国民法官的耐心甲耐力。记者综合报道。 新北市昨发生大楼安冷气，这冷气煞无设立落落去害死人的意外。安冷气的师傅也互依照过失致死罪嫌23个班。目前检方限以3万交保，限制自己。另外，检警下晡有去病院验尸，那劳工局去到现场劳检，发现安冷气的师傅无甲冷气固定好势，或者安冷气的师傅30万，包厢罚6万。
面对媒体一直问伊敢要甲死者回尸体，涉案的师傅是头日日拢无讲话。王照过失致死罪，移送去新北地检署，因为20去新北邦桥的新埔站附近的社区去装通行的冷气，时间无细致，互冷气对正悬的所在落倒来，牵死一个正大的女学生。根据了解，师傅讲伊平常时拢是装分离式的冷气，无啥会晓装通行的，嘛承认落死无所该案。司法警察他们如果报验之后，我们检察官就会去相验。检察官收到案子之后，他会针对涉嫌的这个被告刑责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个处理。最主要是有没有过失的责任。在案发的现场，有民众是唔甘死者就安尼过身，提火过去哀悼。检方核实了后，是予伊3万交保，限制自机。检警嘛去阿东病院验尸，加上嘛到场现场真悲伤。代志发生了，新北市政府是要求施工单位停工，路检处嘛派人去调查作业的过程。技术细腻的师傅在施工的时阵无保持冷气机的稳固，才予冷气落落来，认定有疏失会甲罚。今天我们劳工局呢将对李姓师傅跟他的公司呢实施行政调查，违法事实一经确认，最高呢可裁处30万元罚款。这个意外嘛，互装冷气的时阵的公共安全引起讨论，亲像业者赶时间，无去注意一寡小所在，碰中螺丝锁了无够严，也是用电钻啊锁过头，那有可能造成施工也是后壁维修的问题。不然是等于维修的一个活动空间嘛，因为现在大楼大家都吊外墙了，希望说能够有一个友善安装的一个空间了。那现在等于业界也大家就是说危险安装，我们厂家了可以拒绝维修了。亲像电器工会就家己定室外机安装的规范，要求业主若是伫咧真悬的所在装，都要设铁笼啊，也是护栏，保护施工者的安全，对后壁的维修嘛较有保障。若业主无愿意做，施工者因为安全的考虑，会当拒绝替伊装。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地检署伫去年9合1选举经办县长张东锦伫大湖乡联合竞选总部主委等人现金买票案件，对张东锦提出当选无效的告诉。苗栗地方法院今日宣判，认定联合竞选总部的相关人士是自发性替张东锦购票，驳回当选无效的告诉。去年9合1大选，苗栗县长张东锦因为大湖乡联合竞选总部轰炸着贿选4单的主委、4区的女子这3人，互苗栗地检署起诉。顶个月苗栗地院以违反选罢法判决有罪，检方另外对牵涉此案的张东锦提出当选无效起诉。专案辩论终结，苗栗地方法院2月1审宣判驳回原告起诉。邱姓女子行贿过程虽有提及钟东锦、林玉清，但这个仅系出于自己自发性为钟东锦、林玉琴拉票，没有对价关系，所以难认有为钟东锦、林玉琴买票的事实。张东锦委由律师出庭，感谢地院做出公正判决的结果。7名关键的证人拢表示无替县长买票，批评苗栗地检署省社钱，结果为自拔，呼吁检方尊重民主选举的结果，莫阁上诉。不过，苗栗地检署是表示，一直收到判决书了后，建议是不是上诉？我们会呼吁检察官就这样子的情形，应该要停止上诉，然后并且尊重这个苗栗44万3908名的这个选民所做出的这一个民主选举的一个选择。关于苗栗县长钟东锦选举诉讼一案，本署将在收受判决书之后，研议是否提起上诉。除了张东锦以外，大湖乡代表林如卿当选无效起诉也被驳回。离港案的大湖乡代表谢建德甲大湖村长胡显英是判决当选无效。记者综合报道。伫金门有一个4岁查某囡仔，伊发烧去互医生看，金门病院的值班医师，这纸本有开吸流感，拍入去电脑内面，说写做是大人伫咧使用的一个药剂量。伫输囡仔食落到地是困2天。卫福部长许瑞群表示，这款的失误因会去了解，才来厘清责任。甲查某囝抱咧，轻轻仔甲打，互伊免惊。金门一个4岁查某囡仔，因为一直发烧，18半暝，互家长带去卫福部金门病院的急诊室。医生伫看了是开吸流感，互伊。无想到家长饲伊食2摆药啊了后，19下晡病院通知讲药的量开唔对啊。真的是很离谱啊，因为是小朋友对啊，你开一个成人的药他如果身体像昨天没有办法负荷，他就是一直嗜睡。如果我们医院也没有打来说开错药，那我们一直给他吃，后面怎么样怎么办？
家里讲因为破病加上医师甲剂量开唔着，互伊查某囝是一直困2天。病医通知因转来换药啊，嘛干那换一罐化痰的药水，互囡仔继续食。发生疏失的医师嘛无出来向因回失的，含志刚接触的过程嘛无听到伊讲一句歹势，才甲过程抛伫网络，总算等到病医出来回失的。跟家属诚意的道歉。那第二部分就是说，我们会后续追踪小孩子的一些身体的健康状况。那第3部分的话，我们会检讨整个流程，然后做更好的 SOP， 防患未然。改善的措施啦，哈，包括电脑系统要去设置这种检视哈，因为儿童的用药哦。就说你内建在里面的程式是大人的，那遇到儿童的不能就没有做调整。另外当然在药局方面药师的这一个调剂的时候以及给药的时候，必须要再核对。4岁员工金门病院有通报，对这个查某囡仔会继续追踪和关心，药监会采取会对相关的责任去厘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有一个13岁查某囡仔，伊配合警方办案，甲这嫌犯约出来。虽然警方拢有伫咧监控，不过这位查某囡仔落尾也是去互嫌犯带走，改抄打性侵。对律师就咧批评讲，警方利用这款未成年的查囡仔请嫌犯出来，这款做法已经是违法咯。这桃园地检署也要侦办。律师伫面册破文讲，正喊讲桃园市警局爱负起专责为题，请13岁少女配合中立警方做诱敌，却伫警方监控之下，上现场10部人的车遭性侵。批评警方互未成年少女做诱敌、诱捕嫌犯，明显违法，是不当的警察行为。违法大外哥女老师是你，报复超商好客，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也是你。现在让13岁未成年少女当诱饵，还害人家被性侵，又是你。律师表示，安尼钓鱼执法已经违反《警察职权刑诉法》第3条第3项规定，要求按处罚，同时保障被害少女，各将后续进度完全公开。警方回应，嫌犯用数位相片威胁性交易，妈妈发现了马上报案，因为交友软体真歹反查，才会被害少女惊是大型性交易，因由嫌犯出面。本案侦办过程从受理、笔录制作及行动当时，均有监护人同意及全程在场陪同，并无单独以13岁少女作为诱饵之状况。未成年的这个少女本来就不应该变成是警方的一个诱饵，而去协助警方的侦办，可能未来会是提供给我们的警方的一个很重要的案例教育。或者呼吁未成年被害者应该负责做诱敌，防止危险代志发生。地检署也分塔案侦办，由承办检察官确认相关事实甲法律适用。警方表示会检讨改进，佮配合地检署调查清楚，环境是毋是有牵涉违法情形，相关事实责任也会追究处罚。记者综合报道。伫彰化溪湖一间国中的一个姓地的数学老师呢，伊7年前侵犯查某学生，被判刑2冬，最也改聘。不过最近有风声讲，这个老师被赶出来，打算要开补习班。这个月11又有一位受害查某学生出面提告，这个老师也予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这个月11 32岁外小姐出面指控，18年前咧读高中2年时，姓地数学老师利用下课家教的机会，以掠人或者是矫正姿势做理由，该性侵7年遐尼久。伊伫公诉人员甲律师的陪伴之下出面提告。中华检方认为，这个姓地的老师涉嫌重大，向法院申押受批准。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当庭逮捕，并以涉犯为重罪，有勾串证人、湮灭证据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这个姓地的老师伫2017年，因为甲女学生性骚扰，互人依照妨害性自主罪判2年有期徒刑，而且规世人改聘。受害者温小姐表示，这个老师出价毋若改名，阁要开家教班，决定向定公所求助，提告妨害性自主。目前尚无有5名受害者出面指控。受害者是大约有5位啊。那这些人当然是说受到性骚或性侵的都有，的确是还有其他隐性的受害者。那
那这些受害者没有站出来，原因有的是不想破坏现有的生活，有的是还在整理情绪啊。律师表示，目前知影这5个受害者，除了外小姐以外，有3人是透过公所寻求法律协助。除了希望检方扩大追查，嘛希望有类似状况的受害者勇敢站出来，提供更较侪具体事证。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印度是搁再逼出集体性侵案件，这曼尼普尔邦2个种族伫咧车拼，竟然甲对方掠来女性衫裤烫光光油家，而且有几个人甲性侵，引起民众愤怒。本地龙极点点的总理莫迪袂堪的民众一直抗议，而且讲这款代志，互印度是真见效，会对救到底。印度在野党各大党的青年成员20日首都新德里示威，抗议东北部曼尼普尔邦印度教徒为主的媒体组甲信奉基督教的科技组爆发冲突2个多月，也发生2名科技组女性互敌对阵营掠去，被强制烫衫油锅，并且集体性侵害事件。影片上网伫网络一直传，真惊全国。呢段写讲，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莫迪当局其实无任何作为。और कुछ हो नहीं सकता हमारे पास कहने के लिए शब्द नहीं है और इस देश के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को फुर्सत ही नहीं है कि वो मणिपुर जा सके या इस मुद्दे पे कुछ करे 5月初的性侵害案件，当局7月20日才头一摆展开逮捕行动。相关影片清楚翕到真侪看的人甲涉案的人，唱手4个嫌犯互掠起来。反对党批评莫迪对家己共党执政的曼尼普尔当局拢无讲话，任由半乌受害的科技族人来自缅甸拢伫咧种鸦片，要求听话当地首长由中央进行调查，伸张正义。莫迪伫压力之下，将有讲重话，谴责性暴力，互全国14亿人感觉是真见效。मेरा हृदय पीड़ा से भरा हुआ है, क्रोध से भरा हुआ है। मैं देशवासियों को विश्वास दिलाना चाहता हूं, किसी भी गुनहगार को बख्शा नहीं जाएगा। कानून अपनी पूरी शक्ति से, पूरी सख्ती से एक के बाद एक कदम उठाएगा। मणिपुर की इन बेटियों के साथ जो हुआ है曼尼普尔邦的冲突已经造成至少130人死亡。虽然主要冲突伫5月平息，不过达地的暴力甲烧杀的事件依然继续发生，造成几百人受伤，4万多人走离家园。国际新闻是会中编译。美国白宫昨有证实讲，这集束炸弹已经送予乌克兰的军队，也已经伫咧使用来对付罗西亚。是因为这款武器是真侪粒炸弹组成的，若准无爆炸的炸弹会变甲真危险，所以有人权的证据。罗西亚总统不停进前就捌呛讲，若准乌克兰使用这款的炸弹，因会保留这使用的权利。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是强调，绝对反对使用这款的炸弹。正在乌克兰士兵用美制109自走炮对俄军发动攻击。战事紧张，乌克兰军方透露，已经在东南部前线使用美国提供的战技武器集束炸弹对付俄军防御阵地。前线乌军士兵也证实，过几天就收到集束炸弹。Дані касетні боєприпаси мають дуже, скажімо так, вигідну рису, вони можуть накривати дуже велику площу, де скупчується дуже багато живої сили там чи легкої броньованої техніки. We have gotten some initial feedback from the Ukrainians and they're using them quite effectively. 俄罗斯总统普京进前表示，俄罗斯有抢着集束炸弹，暗过毋捌使用过，佮批评美国讲使用这种弹药是犯罪行为。Несмотря на известную нехватку в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период времени, и у нас тоже боеприпасов, но мы этого не делали. Но, конечно, если они будут применяться против нас, мы оставляем за собой право на зеркальные действия.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强调，虽然美国、俄罗斯甲乌克兰拢无签署禁止使用集束炸弹的国际公约，又仍坚持反对伫战场使用的立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控诉俄国攻击乌海港口敖德萨的基础设施。中国外交部20日暗时证实，中国伫敖德萨的总领事馆也互俄军同时影响，外壁甲窗仔拢损毁。Тільки за 4 дні цього тижня, з понеділка, російські терористи вже застосували проти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і значною мірою саме проти Одеси та Одещини, Миколаєва і інших наших
південних міст і громад, застосували майже 70 ракет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майже 90 шахедів. 因为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的成员出现在被俄罗斯国防部公布影片当中，而且咧训练被俄罗斯的士兵。被俄国防部阁表示，这军事训练基地离北约成员国波兰边境只有5公里。到伫波兰边境的民众对最近常常直升机咧飞，甲常常传出庆声甲爆炸声，感觉真不安，也烦恼战火会拖到波兰。公视新闻陈伟仁报道。科学家奥本海默在二战时期开发出原子弹改变过的世界，伊的故事也奉献做电影。这电影内面也呈现原子弹爆炸情形，而且也对人类的科技发展提出警告。All America's industrial might and scientific innovation connected here. A secret laboratory. Why? Why? How about because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ever happe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好莱坞名导演诺兰执导的新作品《奥本海默》这礼拜开始陆续伫全球上演，改编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的自传，讲这个原子弹之父第二战时期参与开发核武的过程，写起相关改变世界的三位一体核试验。Oppenheimer's story is one of the most dramatic that I know of. I just thought to take the audience there, to be there in that room with these people as they had to make these horrifying decisions that have defined the world we now live in. 二次世界大战真济国交战，美国甲纳粹互相猜疑，展开激烈的核武竞赛。美国认为只有先做出原子弹，才当打赢这场战争，所以唔才有曼哈顿计划，国经奥本海默来做计划的核心人物。By any measure, he is not who you would have picked to be the scientific director of the Manhattan Project. And people around were surprised. But in retrospect, he was a very good pick. He served that role extremely well, both scientifically and sort of organizationally. 本片专长180分钟，带观众对奥本海默的重要人生过程，最一个开始无互人看好，到尾也克服困难，拿奇迹共款带团队达成研究目标。暗过核爆的威力嘛，致使伊伫战后一直反对军备竞赛。And realizes we can't continue down this path, the same path that led to World War I and World War II. World War III is not going to be tenable. 公视新闻梁间编译。车用电池爱使用的金属原料锂，这需求量是大大增加。其中，玻利维亚、智利还阿根廷的锂矿占世界一半以上，即卖也变作是众人想要合作的对象。其中，玻利维亚伫咧20就宣布讲，因锂矿本地推测有2100万吨，即卖是增加到2300万吨。南美洲的智利、阿根廷甲玻利维亚号称锂矿的铁三角，三国的总运总量占全球超过一半。其中，阿根廷甲智利各以2000万吨甲1100万吨分居第2名、第3名。排名第一的玻利维亚原先有估是2100万吨，不过伫各地打起盐湖钻探66口井了后，有高达一个大位提悬。Y la buena noticia, que también es una noticia que seguramente va a tener una repercusión internacional. Porque va a consolidar al país esta noticia como la primera reserva mundial de litio en el planeta, y es que hoy tenemos, no 21, tenemos 23 millones de toneladas de litio en territorio boliviano. 锂矿是可充电电池不可缺少的原料，对手机、行动电源、甲各个小型研发的电动车用电池，拢需要锂这个元素。早期以锂离子电池为主，就改由改良过的锂组合物电池是上水。不过开采出来锂矿要真做电池的原料，必须经过提炼真做锂金属，也是锂合金。这方面的技术也是靠相对先进的国家。所以讲，顶个月底，玻利维亚甲来自中国两国的3间公司签约。总共投资28亿美金，协助玻利维亚提升锂金属的制造水准。对着投资国家来讲，可出钱甲提供技术是掌握锂矿必要手段，所以讲后边也不爱输人，积极甲玻利维亚来接触。这阵双方正伫进行协商。除了锂矿以外，包含银、锌、盐、锡这非铁金属，后边这各国也相当有兴趣。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
伫咧新北市中和两岁囡仔恩恩去年确诊过往，这恩恩的老爸即期救护车延误送医81分钟，向新北市政府也有消防局，而且也有一个卫生局提出着各赔诉讼，请求赔偿1块。新北地方法院今日宣判恩恩的老爸败诉，新北市政府等机关唔免赔偿，专案也会当上诉。我完全没有损失，因为我最大的损失恩恩已经离开了。我要这个1元，我赢了或输了，恩恩还是离开。但做错事的人被抹灭的真相，我一定会让他公诸于世。恩恩的老爸表示讲，心肝头早就有准备，对这判决结果无感觉意外，无摕到1块的国赔，对伊来讲无任何损失，而且追求真相的心情是无改变，会搁再提起上诉。内政部今公布，全国新起好的厝，伫咧去年第4季有82000户无卖出去，是统计以来上界济数量。其中，伫桃园龟山有4000多户，占了上界济。若讲到这第2坎是伫咧台中的北屯，也有新北市的邦桥。主要原因是桃园新北建案一直出来，而且这厝价拢无落，才会变做是有行无市。我新北南口区同市上龟山区现场时间看到也未起好建案，也是间起好要卖新建案，若无人大也无成交。新起的厝这济，内政部公布，全国上新要卖新厝，去年第4季达到82000间。有一些建商，他可能手上还会留一些余屋做未来销售之用。那再加上就是某一些压力比较大的区域的话，消费者购买的意愿比较低，所以在这两相交加之下的话，它的量体就会比较多。专家分析，2016年了后，房屋市场回春，真侪建案陆续推出。这几年进入大购厝期间，加上过去几年中央银行信用管制压力，真侪建商加紧开发的速度，市场上推案增加这因素，才互全国要卖新厝数量创下新高。统计全台要卖新厝前5名行政区，第1名是桃园龟山区4052间。再再来是台中北屯区2970间，加新北邦桥区的2881间。专家分析，桃园市建案量真大，厝价相对平稳，真侪厝要卖，也毋过是行一撮位伫桃园龟山的建案销售中心，业者讲，尽管当地推案真多，也毋过其实每礼拜来看厝的人，预管维持30几组。其实真正要买的，他是不会在意说有没有打投资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我们在7月之后还是陆续都一样是正常在成交，那我们来人也是没有下降。业者在他的资金的压力还没有大到说他必须做这一种降价销售的行为上，我觉得通常这个状况就不会出现。民间团体讲，未来半年到1年内，若是卖压继续增加，无排除部分建商会修正这个见效。另外，要卖新厝的数量是不是大幅的落来，甲后续推出的囤房税有关系，这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发生安冷气刷落去撼到大学生的这事故，就电器行伫咧讲，师傅安冷气的时阵，若准现场条件无够安全，就要求人客爱加做一个铁栏啊，加强这个安全性。这案事也表示讲，如工进行高空作业的时阵，雇主就要评估现场环境，提供适合的防护设施。若准无者，会当罚钱，上悬罚到30万。这是我们一般镀锌价。经营电器行30几年的齐太太，参探小盖安装冷气的架啊，其实材质是有差别的。镀锌架就是一看耐啊，因为铁架很容易就它薄嘛，爱买很快就生锈了。头家娘讲，师傅到现场会评估环境，若要装冷气的所在，师傅徛伫室内就通摸到安全时间，就会使装架就好。若要安冷气的所在，师傅徛伫室内手伸袂着，就要加这种铁栏，要无师傅会使继续安装。第一个可能你有铁栏放咧，这台机器你若久来，伊若生銎，你嘛袂落落去啊。过来就是阮施工的人要落去的时候，我要有法度有一个支撑，有一个着力点在打迄个铁栏面顶。安全栏甲安全架也毋是装了就无代志。头家娘讲爱定期检查即寡设备敢有漏气，但是要维修也通互师傅安全的作业环境。劳动部这案事表示，针对亲像装冷气这种高空作业，有规定雇主爱提供劳工安全设备。因为法令规定说，适当的设备雇主爱去
评估还有安全度啦，安全无安全度还有伊去挂安全度避免伊还落落来另外伊个物件还去固定。治安署表示，雇主若违反法规，会罚款3万到30万；也若事故有地区死亡、受伤，佫会送提检署追究责任。也分别有议员认为，施工的时爱伫1楼设安全警戒区，也有检视现行大楼安全冷气的规范，才通保护行路人的安全。记者阮就随台北报道。货运的需求量大，不过这专门予货车上货落货停车格却是真少。交通记点新制施行了后，那种违规停车防记点1年12届，就会防吊扣驾照；2年吊扣2届，就防吊销驾照。各类货运司机的一个工会呢，今仔日去到交通部抗议，还有交通部就要对源头来解决违规停车的问题。提抗议票语想要进入交通部表达诉求，佮甲警方相送。不满货车装卸货停车格伤少，互货车驾驶定定都要停红线、买条线，甚至双排才会当落车送货。今年新的违规记点制度上路了后，只要是伫行人穿越道还是交叉路口这个所在违停，对方记点数1点，1年12点吊扣驾照2个月，2年吊扣2届就吊销执照。汽车货运成都业产业工会认为，货车驾驶被逼违停，无驾照都无头路。它完全都是红线，完全都是机车。那我这个怎么送？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违停状况是对的，但是你必须要让我们有办法去改善这个状况。吊扣牌照，这对我们职业驾驶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恶劣的法律。今天根本是逼货车司机没有办法工作。工会不满送到处最近需求成长，搁爱快速到货，道路规划无符合产业的需求，无合法的所在会当临时停车，装卸货专用停车格，搁开放部分时段甲一般的车辆作为使用。要求交通部加设货车停车格，搁检讨记点制度。交通部回应，违规记点新制是为了保护行人，不过会甲工会意见带回讨论。交通部毕竟是货运的主管机关嘛，那所以我们一定会把大家的诉求来做一个正式的研议，那也会把相关的诉求也会回应给大家。交通部表示，货车停车需求牵涉到地方政府看所在调整，而且公路总局甲各区管理所会同地方政府检视辖区内货车物流需求。以台北市作例，目前全市有2200外个货运装卸停车位。台北市停管处表示，若做有装卸货物需求，也当提出申请，会校订会勘来评估。是毋是爱搁维设车位？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政府为着要防止充电的停车格长期互人占去用，7月开始施行公有停车场充电停车格累进费率收费。那准停伫咧一般的车格是免费的，所有电动车的车主呢，伊是头壳动了真紧，把这车停伫咧一般的停车格再去求隔壁充电条的电来充。交通局表示，讲这款的行为已经违法，是查明了后会向伊来提告。这台深色的电动车是停伫一般的停车格，但是所甲电动车加充电线扭过来充电，安尼唔若免费充电，原本应该要纳的停车费嘛免纳。台中市电动车的数量愈来愈多，但是原本用电动车免费充电和停车的方式，互车主喊伊讲出现真侪乱象。位置没几个位置，我正要需要的时候。变成都没有位置。以明显触犯刑法的窃盗罪或诈欺得利罪，交通局都会收集相关证据后提告。台中市停管处讲，充电的车计是专用的，任何车若停咧无充电，就是占用。公有停车场的充电车价，对7月开始是用累进费率来算停车费。若停咧煞无充电，会照公告的停车费率收费，阁会甲开罚单。另外，伫水南经贸园区的公有停车场，有45支充电条是看部无启用，真正会当用的干那12支，常常拄到充电条无够，互电动车主还讲充电的环境根本都无优先。燃油车可能在做
再过11-20年就开始就没有生产了。台中市天管处统计，到今年6月，设置伫台中的电动车数量有6461台，但公有停车场的充电条拢总才353个，经营含需求是差真济。学者认为讲，应该等去做充电都要收费的部分。充电不用付费，基本上那是一个鼓励的措施哈。那现在我觉得要把鼓励的措施转而要变成一个使用的模式，就使用者付费的模式。李克强讲，虽然民众使用电动车的意愿是愈来愈悬，但是除了应该要考虑市场机制，讨论收费充电的可行性，嘛应该对设备业者采取一寡鼓励的措施。设备的提供要有够，使用者嘛纳一寡钱，才会当改善电动车的使用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机场接运表示，讲边境开放了后，发现到日本也个韩国游客坐机场接运的人有变较济，所以对7月24开始，桃园机场接运的到站广播会增加一机也个韩机。也若外国游客听到这个消息，拢感觉讲安尼是真好的。桃園 HSR Station、高鉄桃園駅、桃園高速철도역。除了原本的英语，桃园机场捷运的到站广播，为7月20日开始，会先增加2种外国的语言，分别是日语和韩语。机场捷运是表示，边境解封了后，发现坐机场捷运的日本人和韩国人变较多，所以就先增加这2个语言。那我们有发现说，日本跟韩国的旅客还是搭乘机场捷运的主要的乘客。那因应的这样子的状况呢，我们公司在 A1、A3、A8、A12、A13，还有 A21跟 A22这几个重点的车站，我们在之后会增加日文跟韩语的车站的站名的广播，来服务我们日韩的旅客。针对这个措施，外国旅客感觉也真好，因为更加方便，而且不是每一个旅客拢会晓华语。安尼听到广播的时，就知影要到站嘛。I think if I hear Japanese, I know where I go, and I think visitors understand more easily to go where. Yeah, I think it is a good idea because I think 中文 is littl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人蛮好的，怎么说？不是每个人懂中文汉字吧？根据观光局的统计，今年1月到4月来台旅客有162万人次，其中韩国是第1，日本是第2。机场捷运是表示，未来若准有搁较侪其他国家的旅客来旅游，嘛无排除增加其他语言的可能。记者柯嘉山、曾准佑台北报道。天气愈来愈热，伫新竹最近就有2名外送人员透中昼去外送，却掉山纷起。真侪人为着要防止这日头晒，就会甲规身躯包安穿长衫、抢或者是挂手笼穿外套。医生也要提醒讲，选的材质就要特别注意。日头车爷爷外送人员为着拼业绩，也是同款骑奥多摆4架去送外送。身躯顶的装备当然一定要穿好势。很热啊，然后都会带水啊，装水啊。你们平常除了袖套以外，防晒之外，有没有特别在做？然后有些人会穿那个凉感的外套，或是凉感的裤子，像这边也是凉感的。新竹最近就有外送人员因为气温伤过头烧热掉沙，医生提醒除了尽量穿会当通气的衫裤材质以外，补充水分是上重要的代志。研究外送东奔西跑的，然后水分有在补充，可是有时候真的热过头了，那你的这个身体的热散不出去，让你自己的体温又调节不好，它的核心温度会上升。如果喝水还不够，那我们要加上一些运动饮料。那如果说你担心血糖控制不好，因为你的运动饮料还是有含糖分啊，要对半啊，我都常建议说你再加1半的水，让运动饮料稍微淡一些。医生也提醒，若是规身躯干的时阵，皮肤顶面的毛光孔会拍开排汗，千万唔通连面入去有冷气的所在，因为身体常常热变寒，安尼有可能会引起热慢筋，也是热衰竭以及掉沙，加重对身体的伤害。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
台南的旧城区本地有真侪条溪流，因为城市开发，这寡溪流拢互人坎坎起来。台南市在地团体也呼吁讲，爱甲这拍开，呼吁真侪年啊。台南市都发局最近争取到前瞻经费，打算要伫个福安坑溪拍开一站，正做示范点。大道龟仔甲土沙伫咧溪内游来游去，这种景象已经真罕你会使看到。这是台南旧城区的其中一条溪，对清朝保留到今有300年的历史，号做福安坑溪。那当前在地有真侪团体倡议，甲府城的溪流拍开。最近总算有进展，台南市都发局有争取到前瞻计划经费，打算要甲福安坑溪路边段加做一个示范点。我觉得是 OK 啦，只要做稍微的规划一下，都是好事。它的水是有自然出水，而且水是非常清澈的。我们可以看到里面非常清澈，而且我们从后面这里钻进去的话，有发现有泥鳅、有头鲨，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大肚鱼啊、孔雀鱼之类的，里面的生物很精彩。福安坑溪得到补助计划，要加做示范点。真侪团体听到这个消息，拢足期待。不过，溪无坎挂，毛民众过路安全，希望爱有配套措施。台南市社区大学的研究员讲，拍开挂除了会使互大家亲近水资源，嘛会使呈现历史水文的重要性。机打开来，非常的好，然后只要把安全措施配套做好，应该就会很不错。取得大部分市民的一个共同的认同之后，我们才会做后续的处理。所以也许未来它是透过开盖的方式，或者是用其他方式的来处理，后续来做一个平衡的一个方式。明年是台南建成400档，为了要呈现台南古城的优质景观，都发局拍算办4场工作坊。7月2日第2场要互各界人士来讨论，相关单位则整合大家意见，让台南的溪流恢复生命力，挖进台南人的生活。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最近是幼稚园的毕业季节，彰化有一间幼稚园就伫咧毕业典礼顶头安排台语囡仔歌的表演节目，或者的毕业囡仔呢唱歌伴戏，替因人生头一个毕业典礼留下难忘的回忆。迎亲队伍行入场，小朋友伴的是台语囡仔歌西北河的剧情。过来这条天黑黑，囡仔兄的旋流鼓伴甲真活跳，阿公阿嬷冤家拢破顶的剧情，透过小朋友的表演，趣味个个水。阿嬷，你要煮啥？你要煮咸的？阿公你想要煮啥？真正。伊要煮较正。彰化市的国城幼儿园，平常时得用台语来教课，让小朋友自细汉就有讲台语的环境，嘛特别伫毕业典礼安排学生表演台语囡仔歌。我感觉足高水的，用台语表演，我感觉真特别。即摆囡仔渐渐拢袂晓讲台语啊，渐渐这几年来，有咧推广台语，阮的像这个孙仔，伊嘛拢会晓教我讲台语，伊早拢袂晓讲。幼儿园表示，母语是文化的根，所以会尽量参囡仔讲台语，希望营造多元的语言环境。小朋友加听歌，加减就会晓讲，古来台语就会自然成做生活中的语言。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屏东县一村乡公所甲部落合作办理文书工作坊，这回因要来整理族谱，和社区的居民对照历史文献，知影家族的故事，也建立因对部落文化的自信。金竹协队详细讨论，这是屏东村立乡所举办的族谱整理工作坊，真侪部落少年人加入活动，借族谱去认捌家族的故事。在做家谱就是一件还蛮特别的一个礼物啦。这样就是我的妈妈也在，然后我的舅姑也在，这样，对，就是这样，然后陪着我们的小孩子，然后一起做这个家谱。写这个东西让我知道很多人让我印象深刻。指导老师邱建伟表示，工作坊带学员去地方采样做口述历史，再个对照亲族的关系甲文献，让学员去把家己的身份找回来。透过这个方式，会当建立对部落的自信。
逐步把自己的家族的历史跟家族的职位，还有他们的家族名找回来哈。那这样的环节哈，不只是鼓励传统领袖持续跟家族建构更多的连结以外，也能够让年轻人透过这样的方式哈，找回对文化的自信感。制作族谱虽然是大工程，不过柯建伟讲，这也是熟悉家己上直接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澳洲第一位怀氏海马因为生炭地消失，这数量减少，特别动静。最近相关单位有伫咧雪梨港的海底打造一个人工旅馆，放350只海马，希望因会当登去大自然生炭。第一年海蟹无久进前被发现有几只大虎鲨掉伫鱼网内底，袂顶袂动。长水人员用真大气力，用刷也是用手，将伫因身躯的鱼网扭开，至少互3只大虎鲨重回自由。大虎鲨是世界上体型上大的鱼类，即阵已经互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做容易消失的动物。伫相关资料保护，也澳洲东部海域第一位怀氏海马，将海马近年来数量大减，其中雪梨港伫2008年到2015年有半数消失。新南威尔斯北部沿岸更加落95%，原因甲栖息地互人类破坏有关系。为了挽救这种濒临消失的动物，有关当局甲学界共同合作推动培育计划，用亲像学育索诺达的铁架种方式为海马来打造新厝。Yeah, so the hotels are made out of metal, but over time they accumulate with the natural marine biofouling. So the metal will eventually corrode away, and essentially it'll leave behind a small semi-natural reef, and this will allow the seahorses to inhabit it into the future. 长水人员真细腻，将塑胶袋内底4只海马放进去海中，互因伫雪梨港这个特别为因打造的海底旅馆展开新的生活。It was really fantastic. We were able to release over 350 seahorses here into Chowder Bay, and these are endangered white seahorses that are going out to restock the wild population here. 海马是种特殊的鱼类，因也是地球上唯一有工的来生育后代动物。保育人员讲，因有一个特色，那就是无胃，会用观察到因规工一直伫食。保育专家希望因回归大海了后，能继续一直探险落去。国际新闻张惠敏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还有未来3港气象。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